主疼痛的声，我着欢喜来听。你予我泪，牺牲流血，救我罪人性命。主，我来就你，我胆来就近你，用你所流的宝血，洗我罪恶清气。请咱大家起立，来吟全首。咱犹原兄弟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身体。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彼拉多临来受苦，见十架死来做人妇。第三日对死人得过活，上天早坐伫全能父上帝大名，又要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圣徒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至圣的阿爸爸上帝，你是大权能的主，掌权一切万事万物。阮伫遮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的看顾甲保守，安宁永远徛伫你的面前。因为你是阮的石盘，阮的帮站，互阮有平安有喜乐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大大的祝福。主啊，求你赦免阮的罪，有时检察阮无承认阮的罪，请你着对阮讲，行伫你的旨意内底，互阮会当更加认捌你，亲近你。免变阮每一个人拢是一个福音的执事，为福音来传。主啊，
求你增加阮的信心，逐工经历你的信息，满足阮的需要。相信你伫阮的生命中美好的带领，互阮每一个人拢彼此相疼，做你的学生。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三脚来恭守上帝的话，记载伫创世纪21章25节到34节。创世纪21章25节到34节。前阿比米勒的奴仆霸占一口水井，阿伯拉罕为这个事嫌阿比米勒。阿比米勒讲是谁做这个代志，阮毋知，你也袂捌有甲我讲，到今仔日我才听见。阿伯拉罕将羊甲牛，互阿比米勒两人着三角利约。阿伯拉罕将即只母的羊羔另外放伫一所在。阿比米勒问阿伯拉罕讲：“你将七只母的羊羔另外放伫一所在是啥物意思？”因讲：“你着对我的手收即七只母的羊羔，做我开即口井的证据。”所以伊名迄所在叫别是巴，因为因两人伫遐有咒诅，因伫别是巴立约。阿比米勒着甲伊的军众回国，起身甲转去非利士地。阿伯拉罕伫别是巴栽一丛随时柳树，搁伫遐求叫耶和华永远伫地，永永伫地上帝的名。阿伯拉罕伫非利士人的地寄居济日。愿上帝的话踮伫咱的心内，即是咱请上灵圣歌对来学了。
今日潘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看外是非，看外是非，请潘牧师。弟兄姊妹平安，咱先三甲阿头来祈祷，祈愿上帝，阮感谢你，小事互阮会当做主席，伫你的宝座前来到你的教会做来敬拜。愿主你赏赐阮有智慧，会当了解主你的话语，也互阮有信心，会当行出你好的旨意。愿主来引带阮，来照顾阮，互阮伫阮的礼拜当中，领受主你的恩典、你的话语以后，阮会当行出好见证。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今仔日是双年主日吼，所以早前伫即个咱伫咱双年伫咱的心中，就是充满智慧的象征啦吼。所以早期伫西方的法庭内面来讲，若是开庭吼，一定爱戴迄个白色的鸡头章，有看过无？早前我细汉的时阵有看见迄个吼。香港片，香港的伊的迄个电视吼，因就是讲安尼，拢是讲爱用地奇怪，法中情、法内情、法外情，有看过无？有嘛对无？真正有看过吗？对，有嘛吼。所以讲奇怪，为虾米因拢会戴即个白色的头章啦？吼，就亲像应该有人无看过，然后大家看一下图吼。下一页谢谢。对啊，就是安尼啊。即我少年就是生即个型。刘德华，阮某拢讲我甲刘德华足像的呢。当时安尼足像。伊就是戴个鸡头章啊。为虾米知影为啥戴即个白色的鸡头章无？因为即个鸡头章就是讲白色的吼，就是讲老人有智慧啦。其实即款头章伫外国较买有呢。因的律师、法官、检察官，若是去拢爱戴即个白色的鸡头章所以早前有人讲因为伫英国遐个人真用头壳，所以拢会秃头啊。秃头的时阵就惊有看紧，所以拢爱戴即个鸡头章伫遐。总是讲到落尾变做白色鸡头章，变做是智慧象征啦所以因这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因拢爱去戴这白色的鸡头章啦总是讲这买有你知影讲是愈新看起来愈新的愈贵，还是看起来愈旧的愈贵？咱摇一下好无？愈旧的愈贵对无？因为虾米？伊看伊菜鸟伊就无啥物经验，可能甲人咧引用法条拢毋对，还是讲经验无够，拢会输。所以讲伊就大家望拢是讲较有经验的人来去做判断。来去做判断，所以就是讲就是讲伫过去，对于咱真侪人来讲，啥物叫做智慧下一页谢谢。所以就讲啥物是智慧啦咱拢知影讲咱爱有做智慧的判断嘛，对无？老人可能是较有经验、较有智慧，毋过敢真正有影？不一定呢。我伫美容，我伫庄卡的时阵，我拄着真侪无智慧的老人呢。因为真诶我讲无需要讲真坦白，我袂要紧啊。我讲台语因听无啦即摆听我。家己厝内囡仔咧食毒，结果去隔壁厝边借钱，讲阮囡仔要食毒，借我钱好无？成囡仔是较害气呢，有即款的，即个足济呢。真正讲老人伊较有智慧，无抵抗呢。伊拢会做错误的判断，伊的生活当中，伊到底是有学着物件无？所以讲，我讲智慧是啥物？智慧就是财帛加上生命经验等于智慧。所以讲一个人伊有读册嘛，所以即个财帛会当对倒伊去学习，伫校着来学习啊。这是有的人，你看医生拄出来的时阵，伊敢会当真做足厉害医生？无一定伊嘛是爱靠经验嘛，对无？靠经验来去做判断嘛，所以然后你有专业的即个财帛以后，你搁会加上啥物生命经验？生命经验对倒位？你生活当中会当得到。若是讲，牧师敢会当我有读册然后我有经验，敢有有智慧？无一定你搁加上最重要的态度，就是反省甲改变你家己较有让真做智慧嘛，对无？
有人拢想要讲靠着上帝话去改变别人，大概拢讲，这是上帝话哦，我甲你讲哦，上帝感动我是安尼哦，上帝用这个话叫我用这个话甲你讲哦。讲实在，迄个上帝话先爱对什么人讲？是对咱家己讲，毋是对别人讲。大概人指责拢是指责别人毋对，啊，结果咱别人若是无信任的时阵，咱就有冲突嘛，对无？咱就有冲突啦。所以大概阮牧师娘讲，潘牧师，你会当较掂的无？你讲讲足大声，我拢困袂去。我讲，我哪有？你家讲听有无？听无嘛，对无？有讲嘛？有人会打呼嘛？讲听有人吼。啊，家己讲，家己听会着家己声嘛？听无嘛？对无？那个阮哪有？对无？大家拢会讲，我哪有？咱无承认家己的毋对嘛？所以啥物叫做智慧？就是智慧讲，我有财物，然后我有即个生命经验，然后加上啥物？我愿意反省我家己，然后改变、修正，我会才会咱才做智慧嘛，对无？啊，无有的人就是讲，我永远伫即个所在跋倒，我行去迄个所在，我跋倒一摆，我就知影迄个所在会淹水，我就偏偏对迄个所在过去。我就知影讲迄个时阵风台天会来，我就偏偏伫迄个所在伫迄个所在，我就无做防备，安尼就是无智慧啦。我就知，但是我就袂改，我就是有经验，但是我插你。我就是讲我有即个专业财物，我信主真久，但是我拢毋望别人改变。讲实在是家己爱改变啦，毋是别人爱改变嘛，对无？咱来看下一页。所以信心来光照咱是啥物意思？信心来光照咱，就是爱帮助咱知咱需要改变的部分嘛，对无？咱需要改变的部分嘛。所以讲信仰，毋是讲只有讲去要求别人改变，先爱改变咱家己的行为，咱家己的心思意念嘛。信心的光照就是光照咱，互咱看见咱有啥物所在是需要去改变的所在嘛。对无？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咱看到今日一个智慧的老人的故事，咱看见阿伯拉罕甲阿米勒的冲突。今日冲突是啥物原因？因为阿伯拉罕有一口迄落啥物水井，然后互啥物人占去？阿比米勒。阿比米勒是啥物人？毋是普通人呢，伊是埃及王呢。结果吼，这两个人吼，毋是第一届有冲突。第一届的时阵是啥物？第一届的时阵吼，阿伯拉罕毋敢甲伊冲突，毋敢甲伊冲突。为虾米？因为伊经过人的国家，伊就讲看见因某真水，伊就甲即个阿伯拉罕就家己的某讲，咱等下经过迄个所在吼，因为你生了真水吼。所以咱若去迄个国家的时阵，你袂当讲你是阮某，咱讲你是我的小妹，知无？结果吼，果然因去迄个所在，看见迄个阿比米勒看见即个，哇，真正即个阿伯拉罕因某真水哦，讲想要讨来做某，你知无？结果你知影迄时阿伯拉罕的某几岁无？了解无？知无？毋知啊？哪有可能毋知？凊彩摇一下啦，看见足水，会当做阿伯拉罕小妹，你摇看卖几岁？摇看卖啊？20无？有可能啊，对无？看白泡泡幼面水解对无？但是迄个时阵阿伯拉罕出去的时阵几岁？75，45。70嘛，对无？因某甲伊差无几岁啊？然后当讲迄时阵，咱摇看卖啊嘛。现圣经头现嘛袂要紧。好啦，有礼物啦，好无？我若摇着我有礼物。68哦？为什么搁一个8？60哦。莫黑白发价啦。这有咧传播咧，
较正经诶，伊迄时吼已经差不多70岁啊。啊，我讲啊，一个老人，伊看见70岁老人看见的时阵，哈，真水哦！啊，可能真正是保养得真好。后一摆咱再来讲即个吼，伊其实伊内面有搁较深的内容啦。但是今仔日无咧甲大家讨论伊几岁安怎保养伊的皮肤，看起来敢若70岁看起来敢若20岁吼，也是讲有一个可能阿平比你即个王吼，爱去王目睭蒙雾，阿公看做阿舅啊，别人看做脸雾，哪有可能？有嘛？有嘛？是可能嘛？啊，所以讲吼，伊去的时阵又讲白菜哦，无啦，这阮小话，这毋是阮某啦。第一届哦，到落尾的时阵吼，为了即个真正的问题吼，啊，上济第一届惊吓，毋敢讲白菜。但讲白菜的时阵，即个埃及王拄要做歹代志的时阵，天使对伊讲吼，啊，你即个人真好大胆，吼，即个人的某你敢娶？即个人什物人？即个人好像是万军的耶和华所拣选出来的人。哇！这埃及王个惊吓讲，哈！你若讲白菜，无甲我讲实在话，对无？所以上帝伫上紧急的时阵，拢会出手来帮助咱，对无？咱会讲第二届上危机、上恐怖、上即个阿伯人一生当中信心上大的考验是啥物时阵？就是上帝讲，献你的囝，互我最济。我叫我做，哎呦，伊个甲伊的囝带去山顶。你知影迄个囝是几岁时阵得着这个囡仔无？几岁？100岁嘛？对100岁。结果哪看这个戆囝讲吼，这哪看吼这看这个囝去上山要献祭时阵，哪看这个囝讲戆一直连爸爸问讲，爸爸，啊献祭羊啊？哦，你看因问一句，因爸爸的心就疼一界，知影？戆囡仔，你就是迄只羊啊！上帝就叫你安尼做，叫我安尼做，我就爱顺服。你知影伊牵这个囡仔的时阵，这囡仔已经12岁啊，哪行可能哪流目屎啊？哪行可能心哪疼？但是等伊要甲囡仔绑好要献祭的时阵，手举起来，手起刀落的时阵，一瞬间，迄个天使虽然讲，就他妈的，你甲我停咧！上帝知影你的心，所以讲，伫咱生命当中有危机的时阵，上帝出现来甲咱帮衬嘛，对无？我有一摆行倒歹，但是吼，你要袂赴，我行足紧，吼！我讲哦，等于我这个所在到迄个所在要讲道，骑乌倒摆爱15分钟，但是我出发的时阵已经时间袂赴啊，我的手表啊已经剩5分钟。我足紧张，我骑足紧。我哪骑我无顺娘吼，我要出发的时阵，我无顺利伫后壁，一直甲我叫个，我就起来时阵吼，我讲哇，无顺娘，你若无甲我叫，我困过头啊！啊，我无顺娘就伫我边仔就一直甲我看，啊，然后我就讲，啊，我袂赴啊，你莫阁甲我讲我袂赴啊，我就骑到足紧，啊，我无顺娘就讲，一直甲我叫，你讲，结果吼。我到迄间教会时阵，迄间教会是即个9点半聚会。我到迄间教会时阵，先要发生你知？我到迄间教会时阵才8点半尔呢。我到的时阵，无想打电话讲，你咧撞啥物？咱时间就看毋着，你一直咧念，也无爱听人讲话讲了。所以我感觉讲伫上危机的时阵吼，上帝会出手甲咱斗相共。但是无包括看毋到时间即件代志啦吼。所以我讲吼，讲阿伯拉罕吼，伊对即个真正伊开始看到伊的改变。伊对埃及王的时阵，伊开始变讲白菜到坦白。伊早前会讲白菜啦，甲人坐的时阵，甲人有冲突的时阵，讲无啦，迄毋是我的，无啦，阮小妹无。但是即摆有真正敢讲即个真正比伊的某较重要，毋是啦。是因为伊伫着改变嘛，伊看到伊讲对讲白菜到坦白啊，然后对第2点对啥？对惊吓，甲人冲突到啥物温柔，而且坚定嘛。第3点是对啥物？对虚假到追求真相，即这是啥物人话？就是我阿伯人话啊，毋是你啊，
这就是我的啊，所以这是真实的代志，所以我一定爱甲你讲个清楚。所以咱若是对着这样冲突的时候，相公一定要冤家，一定要生气。你也温柔，甲讲个清楚就好。然后你莫安尼四界黑白写，讲白贼，黑白讲，你爱坦白嘛。然后你爱对即个假的代志，你爱追求即个真相。所以，我讲上落尾一点是啥物？咱上做尾一个小小的点吼，迄咱做伙来读好无？预备来，对父老，嘛是一种属灵精神。哦，老我们要讲，旧的我嘛，对吧？旧的我吼，哦，所以讲哦，咱拢看早前咱对属灵精神拢讲误解到，属灵精神啊，鬼附身呐，哦，伊骂赶鬼。总是咱会知影讲，即个属灵精神有三个无共款的层面啦。咱来看下一页，下一页，谢谢。好，咱来看吼，讲属灵精神的层面，伫约翰书第2章第2节，咱做伙来读，预备，来，是你前行伫因中间，看这世间的风俗，甲空中掌权的君王。就是现今运行伫过日的迄个事，好，看有嘛？看无不要紧，无事来解说。来，下一页。所以属灵精神有三个层面。第一点，恁伫伊经中所行事为人的意思是讲，咱的个性、老的个性、旧的我。我无啥改变啊！我所行所做的，拢甲早前共款啊。就算讲，所以讲耶稣基督对法利赛人咧讲话的时阵，遮个人有属灵的即款的，有即个宗教仪式，但是因无宗教的内在啊。哦，遮个人，遮个文士有即个宗教的即款的财物，总是因无宗教的即款行为嘛。因行袂出来讲信仰的行为啦，是咧。有宗教在办，同时无行为嘛，行袂出来。所以因个性嘛，有人讲啊，这项贵妇身，但是吼，我去参加即个幸福大学的时阵，互我足感动。伊讲哦，毋是啦，咱拢甲属灵精神拢讲着是讲敢若贵妇身灵界的代志，我承认有即个代志，但是有时阵是个性的问题呢。有的时阵真正是个性的问题呢。所以讲即个人，哦，咱讲早前因行伫伊。当中，你的行事为人无啥物改变，就是旧的嘛。虽然信主有信仰，有伫教会做的，但是伊也是旧的啊，共款啊，无啥物改变嘛。无改变，甲个性有关系。有人聚会10档、20档、30档、40档，无论几档，伊的生命有改变无？你看伊有改变，你会看到伊的迄个人际关系。伊有真好、真虔诚的信仰，但是伊甲人的关系有好无？咱等下来讲一点。第2个层面，随从今世的风俗，就是即个世界的文化，无好的文化，无好哦。文化毋是讲拢好或无好，我是讲无好的层面哦。吼，拢无好的层面哦。第3点就是啥物？邪灵嘛。所以讲，我讲吼，即个。互人会当产生真正的三个无共款的困难。你信主以后，就即个三个困难咧，甲你诱你回头。一个就是旧的我，一个就是啥物世界引诱，第3就是魔鬼的引诱嘛。这是叫做邪恶的三位一体啊。但是咱有啥物？咱有新的生命，有上帝三位一体，天父上帝疼痛，耶稣基督的恩典。信神的感动甲交陪，有无？所以大概为什么祝祷是安尼？因为祝祷就是切开你出去有新的生命嘛，对无？会当听去我讲啊，用天父的上帝去赢过魔鬼的引诱，用耶稣基督的恩典去赢过世界的即款的引诱，用信息的感动去赢过什么？旧的我、光照我，互我会当修正改变我的生命嘛，对无？这就是属灵精神3个层面。那我们看下一页，谢谢。所以讲耶稣基督的属灵精神啊，讲耶稣基督一天赶人赶鬼，
法利赛人，你内面有宗教的灵，靠耶稣基督的名，靠我的名，甲你宗教的灵赶出去，无啦，毋是啦。所以伊讲三个无共款的层面，第一，伊来改变人的个性嘛。举例来讲，彼得的个性真无好，跟耶稣基督要受卖迄暝，伊看到人要来掠耶稣的时阵，出手刀啊飞出来。耶稣基督敢毋知伊的学生，甲刀啊插伫个身躯3重，绝对知嘛。伊嘛甲考劝，甲讲，你的细年，你袂当用刀啊。对，耍刀啊的人，就会死伫刀啊下面。所以伊讲到落尾，伊讲彼得伊得着原谅啊。彼得去走去问耶稣啊，讲啊，耶稣啊，原谅人7届敢有够？耶稣毋是啦，是70要7届啊。为虾米伊安尼讲？伊知影彼得有一届因之水啊受着人的原谅甲赦免嘛，啊修正伊个个性嘛。第二，耶稣基督有修正无好的文化无？有啊，当然嘛有。当时的法利赛人甲祭司，伊只有来重视外在的仪式，穿什么衫，安怎祈祷，安怎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上帝甲因讲，毋是啦。伫撒母耳记内面就讲，人是看外表，上帝是看内心吗？对无？遵趁上帝的命令，较赢过献祭嘛，敢毋是？所以律法是对心去行出来，毋是讲我足够背上帝的圣经，无路用。你无去对上帝的圣经内面，去对你性命去产生个改变的时阵，你只是一个文书，你只是一个会晓读圣经的人，就是毋是对信心得到改变的人。第三个层面，当然耶稣基督，伊嘛是赶鬼，伊伫哥拉森的事件。甲即个旷野受试探，伫哥拉森，大家会知影哥拉森什么代志无？遐个人有安怎？耶稣基督赶一个人，即个人身上有真像有鬼，啊，这鬼偌济？棍啊，棍是几只？2000。啊，结果赶伊出去，这个鬼真痛。你上帝永生上帝的囝，我甲你有啥物地地？拜托你莫赶我走，我足痛苦。伊迄个人吼赶伊附身，若看到耶稣基督就痛苦，你知无？我早前去赶鬼的时阵吼，因若看到牧师来就生气，看到牧师吼就生气。啊，看到牧师吼，啊因就拢我讲，咱会讲耶稣基督，然后我耶稣基督压袂出来，你知道？伊拢卡掉压，奇怪，耶稣基督讲袂出来。啊，结果这2000只鬼走去啥物仔？这了去啥物仔？跳落水内面死去。啊，遐个人惊吓，哈哈！你来哦，迄只猪啊，若算10000块，你来互阮损失2000万，当然嘛惊吓，叫耶稣紧走。所以遐个人住迄个所在是咧做无好的买卖啦，做误会垃圾的代志啦。所以耶稣基督去毋但是赶鬼，是赶除迄个所在无好的文化。得失上帝文化嘛，安尼了解无？毋是遐简单赶鬼尔呢，错误经济、无圣洁的食物，这是耶稣基督所做的3个层面的无共款的改变嘛。所以，但是咱拢会注重伫第3个层面，赶鬼，无啦，属灵真正毋但是安尼，伊嘛是改变即个社会文化，伊嘛有改变咱的性个性。咱看下面一页，下一页，谢谢。所以讲哦，我即届去迄个幸福大学时，我感觉福牧这个营会啊，我有一堂课叫做福牧好牧这个营会啊。啊，这个营会吼真趣味，但是咱还袂开始办，但大家莫去问配分讲当时要办好无？还袂办，但是你会来参加对无？会嘛？无人应咯。嘛呢，有影。所以讲看即个经文哦，维护好的品格，无的确有好的个性哦。有的人有伫教会聚会足好，哦，灵性足好，啊，种爱祈祷，安尼聚会认真聚会，但是哦，无食薰无啉酒，
无步兵能，啥物拢第一名，但是伊性格无好，甲人就无好斗阵嘛，都有出问题。然后人性问题，毋是啦，毋是人性问题，伊的个性无改变嘛。所以人讲，若个性无改变，就容易冲突啊，敢毋是？一对翁仔某、老翁某结婚30、40天，就40几天。逐工有一天早起起来，因某起来生气啊，甲因娘拍，念恁翁的喙火。我拢昨拢袂困，我足生气。哎呦，创早起起来吵吵闹闹是创啊！我真正拢袂困，我有够痛苦的呀！安怎痛苦啦？哪袂困啊？吼！你知影昨暗时我吵，这40天吵到要害。我真挡袂牢，伊惊伊要讲，安怎啦？伊讲啦，暗时啊，你咧顾，到咧肥，吵到要死，袂困。因翁都坐起来，气噗坐起来讲，嘿，你讲啥物笑话？我爱颠倒变哦，我咧肥，到咧顾，安尼敢对？所以讲，咱有时，这是真实的代志。因为阮牧师有录音互我听。我牧师啊，你较好心诶，你讲甲规间厝敢若咧地动动哦。哦，够可能，伤含啦。有一摆吼，我家己互家己讲一声吵着。有啊，恁兄弟拢毋敢信任的吼。咱下兄弟咱家己。会换咱野酒好无？感谢主，你会上天堂，上天堂。对摊白，对讲白餐变摊白，对行兄变做啥物？面对现实嘛，对吧？对无？为啥拢毋敢信任？所以我一直讲信仰是啥物？信仰是，我来看后一页，信仰是啥物？性命的问题啦。下一页，谢谢。所以咱讲属灵真正，咱忽略的部分就是修正家己的个性，对无？爱改变咱家己的个性爱去修正者。咱有好信仰，但是咱甲人的关系嘛爱好好啊。有诶人只是已经有人心内就咧问讲，牧师，迄吼，拢是我厝里人伫想我拢做得足好呢。我讲系啊。当你讲即句的时阵，就代表讲你出大问题咯。人爱会当来认真来去认真做伙解家己的问题嘛。你有看过日本的迄个人迄个一个活动？我毋知迄台语安怎讲，就亲像我安尼大块的人无，两个人相杀，迄个做相扑我知，相扑，但是台语安怎讲，恁毋知着无？相扑，我有国语啦。台语安怎讲？台语叫做摔角，无摔角，迄是说马场珠穆无？我甲你讲，台语的相扑要安怎讲？真标准哦，听好哦。国语叫做相扑嘛，台语叫做相扑。迄外来语嘛，台语哪有啦？无，等下，今日陈牧师无伫，无我一定问陈牧师。牧师，伊是我的熟龄的长辈，我啥物问题拢问伊。牧师，迄相扑台语要安怎讲？对，日本话安怎讲？对，我有听过。对，台语真正有做相扑对无？牧师，我即句我有标准对无？相扑的台语有做相扑啦，对无？你也知？看身材嘛知，我讲上准，对无？所以讲所以讲因落咧杀，为什么因只会晓伫迄个所在，伫同一个平面来对杀？要咱咧冤家咧冲突的时阵，就是讲你爱改变啦，你爱改变啦，对无？要求别人改变，若是一个较无气力的，讲袂赢的，互你杀出去的时阵，伊讲。伊敢有改变？袂，一摆伊若搁较，伊训练以后，搁较有气力时阵，伊去哩搁挑战你啦。这就是人甲人之间的冲突嘛，相恩相杀。所以咱若是讲，
改变家己的个性。当伊冲过来的时阵，咱莫甲伊相应相杀，咱来甲闪一边，好，让你过，伊就射出去啊嘛，对无？咱莫甲伊正面冲突嘛，你来让一个，敢袂用诶？会用诶嘛？所以当牧师娘生气讲，潘牧师，莫阁讲我明仔载去早倒，我就坐起来，我讲好，你先困。结果啥物原？结果啥物结果？你知无？我坐我嘛是当讲，你知影？而且搁较大声，因为缀着。潘牧师，我们看下一页。即是讲，我是讲性命，毋是性命，毋是绝对毋是只有讲读圣经、祈祷、吟诗唱歌、办活动、做好代志，毋是性命是啥物？信仰是性命的问题啦。咱拢会晓讲真理，咱拢会晓讲道理，但是真拢无讲真相。真相是啥物？我知影，但是我做袂到嘛。为什么？因为人无完全，所以拢有冲突啦。人看人拢是有问题，人看别人拢是有问题的，对无？所以伫咱的人际关系当中有冲突，咱才会当学习来成长，对无？所以讲，我感觉我大概拢讲，婚姻是上好去检查家己性格问题，毋但是性格问题，佫是检查家己的即个信用。你约我甲牧师娘会冤家无？会嘛？你若讲到这绝对。你生气的时阵，咧冤家，我会讲离婚无？袂哦，无啦，阮会啦。你讲啊少好，我会讲坦白啦，对无？因为这有转播嘛。我讲，阮袂讲离婚啊，牧师娘拢会甲阮骂，咱讲国白贼。会啦，阮会啦。所以咱冤家时阵拢会生气、相骂，会要讲离婚，但是无离嘛？为什么？这就是性命。会冤家会当修正家己的行为，然后好好性命才会讲延续落去嘛，对无？这就是咱的性命嘛。所以无完全嘛，但是你透过上帝话语去修正你家己的行为的时阵，你才真做完全嘛。你想要小演的时阵，要冤家的时阵，你就徛起来讲 ，OK， 对不起，我错了，让你过去。这无简单，你知道？牧师。无是非啦，毋对啦，有个人心内一定安尼想。所以牧师今日讲的，赢过、看过即个是非，毋是讲无是非，是讲哦，我无徛伫咧争论是非对甲毋对即个层面啦。人一过来冲过来要甲我拍的时候，我个人烂掉的，我毋对，咱好好，是莫想，敢袂用的。演员啊，我们看下一页。下一页，谢谢。所以我讲，什么叫做智慧？财物加上性命经验，然后上到尾一点，我讲上重要。反省加上修正，你才会当成做有智慧的人啦。我有专业的财物啊。我也有性命经验啊，我偏偏袂改，安尼哦做无智慧，了解无？了解嘛吼，了解吼。所以讲哦，我感觉讲，伫信仰当中，上重要就是爱改变家己。所以今日经文真简单，咱看起两个人冲突，但是必来较用智慧的方式来去处理，咱等下来。下面来看，我们看下一页。所以要安怎来赢过冲突？我拄仔讲的，闪过、让过、跳过，这叫做什么？制高点法则。要跳离冲突的平台啊！看这个图，牧师看无要紧，我有图你看。下一页，对，就是这，真好看。当两个人要相演的时阵，要冲突的时阵。我对，你毋对；你对，我毋对。
哎呀，小烟啦！结果一个人要冲过去，一个人当跳起来的时阵，没冲突啊，对不？对不？所以叫做制高点法则。客语内面真出名，早前一个学生吼，伫学校内面啦吼，客语内面讲对吼，对，即字安怎讲？错，嘿，若是讲无毋对做无毋错。结果一个外地的人吼，去美容教册，一个学生吼，迄个学生我看大汉伊真委屈，就讲哦，伊囡仔因为伫庄较大汉，用甲阿嬷大，所以伊的客语比国语好真济啊。因为住伫美容10当前，住伫美容真偏远所在，迄时的少年人只会晓讲客语，国语无啥练转哦。所以伫学校的时阵，老师啊掠来教会，团导，这恁教会囡仔，因阿嬷哦讲啥，我听无。我带伊来遮，囡仔真委屈，你哭，我安怎啦？你哭啦？伊就讲，老师就讲，我问他一件事情，他都说我错，他没有错这样子。然后我说，什么事情啊？你怎么说？爱讲，先生讲啊，无毋错。你讲，你看，我听有先生，无毋错，错，他说我错。结果我讲，毋是啦，老师，毋是这个意思啊。错的意思就是讲对啦，哈，你的意思讲错就是对哦。讲嘿啦，迄因为伊是安尼讲嘛，所以讲迄个就是讲文化甲语言无共款，就角度无共款的时阵，才来冲突嘛，对无？生活经验无共，语言无共，煞来冲突啦。但是你了解的时阵，你就避免这个冲突。来看下一页，下一页谢谢。所以咱讲看到阿伯人汉的策略，讲倒位伊平心静气、温柔坚定，然后看伊送礼物，对无？送7件羊仔，这7件羊仔是有意思的，是讲7件羊仔意思就是有咒诅的意思、约定的意思、约束的意思。伊甲阿比利讲，伊讲甲阿比利咧讲吼，你爱我送你这礼物，你爱就怎讲？你爱认同吼，这个真正是我画的哦，所以这是我的哦，吼，所以伊送互伊，然后吼，伊伫迄个说在求上帝，家己甲人的冲突，交互上帝手中。伊住伫非利士人的中间足久呢。遐个人拢对伊是无好意的，但是伊当住遐久，因为求上帝。好，咱来看后一页。有去坐过游轮无？游轮台语要安怎讲？游轮哦，游乐的游轮，乌白甲我印。游轮哦，邮票哦。游轮对啦，算恁对，游轮，游轮，我袂甲恁冲突，游轮啦吼。我感觉游轮真好，但是有坐过游轮的举手者无？真好命，感谢主，感谢主。后一届你会过去坐吼。我听讲我毋捌坐过啦，我听讲坐游轮吼真轻松，目睭拍开，行去餐厅有啥物就食啥物，对无？敢是安尼？对嘛吼？因为讲我听人讲，有8间餐厅会当载你食凊彩食到饱，拢袂要紧。会当一直食，足好。困，目睭闭开就食，然后船顶有真侪活动，足好。伊厝里的人吼，有人吼，因一个家庭拢做去旅游，叫旅游的时阵咯，因就真享受船顶所有的一切。心内者真欢喜，活困也袂歹，食也袂歹，活动嘛真精彩。总是就
即个船伫海面航行到第3天的第4天的时阵，突然间大雾啦，听有无？哦有吼，大雾啦吼。我顶届转去美容到阮迄个丈姆讲客语，伊开始了啊听无啊，你知道？你的客语拢有台语腔，我讲台语有客人腔，就难做伙啊，你知道？不要紧，我来修正就好啊。大雾啊，我惊倒下来听无，我们看下一页。就亲像安尼。结果伫下面的人开始惊吓，因为因拢看袂着头前的路，看袂着外口是啥物代志。在下内面的人开始2000多名的旅客就开始惊吓，一开始惊吓，然后就上去要求讲，好，船莫阁开啊，先停落来，无就是讲较近的所在换换，安尼较对。但是船长一直透过广播一定甲讲，各位旅客平安，请大家放心，咱会绝对的安全，甲大家送到因要去的所在，请大家放心。当当当当，一直讲，但是旅客愈来愈不安，因为迄个雾真大真大，真恐怖。因就讲迄时搁因伫迄游轮顶面的电影院，搁放毋着电影，搁放迄个铁达尼号啦，惊吓！咱若是搁安尼，变安尼啦，对啦，电影播今日我看因咧鱼仔时阵迄鱼仔搁甲变过来呢，恐怖啦！你知影因迄讨海人迄鱼仔要食迄个当变对无？变船叫我惊吓！2000多名旅客我惊吓，抗议要求转去，无就退钱，莫阁开啊！我会惊。落尾船长无法度，甲因协调以后无法度，因就派2个代表去甲船长室甲船长来谈判。结果因去的时阵恁咧要求讲，我也无爱转去咯，爱赔钱。遮危险，雾遮重，拢看袂着咯。伊是要安开船？哪有可能？叫因去的时阵因就看到船长室。我们看下一页。哇！船长室拢伫真悬的所在，竟然是看去头前万里无云的，真近真迄个。所以我知啊，当你伫下面的时阵，你看到雾的时阵，看到问题的时阵，你就生气。但是你爬去你较悬的所在，爬去你上帝的眼光的时阵，你就离开冲突嘛，你就赢过是非，讨论是非，甲对甲毋对嘛。这就是信仰上甲咱讲上重要的代志。以基督的心成做咱的，插播一个嘛，莫安尼。以基督的心成做咱家己的心，用伊的目睭来看这个世界。对无？所以讲哇，无共款对无？所以咱看落尾一页，最后一页，没有啦。我只有做到这一页没有了对，我落尾我们这个故事做结束。这个人甲印象足好，而且我一空要甲带入去。所有人来看，真正请足贵，真拍算啦。结果。伊就讲，我要甲这车带入去。伊大家来翕无？伊真正甲迄个车带入的时阵，伊就讲，小等一下，足多么的。恁敢甲这个车带入去涂骹真可惜。总是人上可惜的是啥物代志？你甲带入去的时阵，你的器官阁好好，你无管出去的时阵，真可惜。顶届顾奇牧师来的时阵，伊讲，全世界上拍算的所在是啥物所在？伫蒙阿波，为什么？因为人一生当中只有尽一个来4%用伊的头壳，真侪人的才调带伫头壳。我要讲一件代志，真可惜，真侪人带入的时阵，伊的生气无法度得到赦免，埋怨，
生气，带你去涂骹，真拍算。若是活的时阵会当有甲人和好，会当活出上帝所欢喜的性命，然后甲人互人所欢喜的性命，迄毋知是偌好的代志。咱大家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互阮有当即款的机会，当做领受上帝话语，求主你来帮助阮，会当改变阮家己的性命，修正阮家己的个性，甲人和好，甲上帝搁好。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咱来唱回应诗159首，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请起立。时间的关系，所以咱请坐，谢谢。牧师来加强报告。对明仔载开始，咱有即个马文牧师的即个特会吼，到拜到拜三，时间是7点半到9点吼，地点伫敬拜中心，而且兄弟咱做伙来去领受上帝的恩典。然后我会介绍咱的一个新的同工，专辑的同工，咱的可红兄弟来正做咱的影音的同工。伊伫楼顶吼，伫音控室，咱拍破啊，甲欢迎。祝福伊的服侍，会让荣光上帝的名。即时咱来奉献。请即时进前来行奉献。咱照着咱的礼物来到主的面前，献上咱的感谢，献上。
万军的耶和华，全能的阿爸爸上帝，你是阮的仰望，嘛是阮的倚靠。阮感谢你，感谢你丰盛的恩典赏赐互阮，互阮生活日常经历着你的信息甲富有。阮安尼献上阮的感谢，嘛献上阮淡薄的心意，诚侪福音的祝福，也复兴你的国。求你来悦纳，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祝福车恳。请彭牧师。所以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谈，以及信息的交通甲交陪，愿上帝所赏赐满满健康、平安、喜乐，充满伫你的心中，对打到永世大无尽。阿门。请坐。